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资济台积电、鸿海甲永龄基金会，去年来寄付着 BNT 的疫苗1500万剂。台北市长郭文摕来指控，讲当时陈市长为着要护航高端，所以来挡 BNT。郭文摕讲，若毋是证验法师起歹面，无哦，根本就买袂到疫苗。啊，陈市长早起到网甲参拜的时阵，是气愤来回呛，讲我挡疫苗，读较歹去。一路车支持者就真热情，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陈市长到网甲参拜，伫庙方办的无公开座谈，拢无保留。你讲我咧挡疫苗，好，我讲你头脑。想嘛，这我伊无爱挡疫苗是我，啊，因为我自己上大啦，我交人甲挡，这是笑，啊，你看我有笑。话讲了正当，就是针对台北市长郭文天。护航高端疫苗，让 BNT 进来，这是我最痛恨的事情。当年要不是正言法师、正言好上人，你知道，提台名哦，你知道，那时候疫苗就进不来。希望疫苗早一点进来的，我相信我一定在台湾里面一定是数一数二最着急的人。我绝对不可能去挡疫苗，这是在一个基本的逻辑一样，好像说。这是一个救命的药，我今天病人，我故意要挡这个药不能吃。他说你挡疫苗的人脑子有问题吗？这么简单的道理。所以你觉得像柯 P 他们说这样子是脑子有问题？对了，谢谢。陈市长有点头，郭文天也了讲，证验法师变面，陈市长赶紧澄清。买疫苗或买疫苗期后，我跟他也视讯过，那也亲自也拜访过他，也跟他一起用过早餐，没有所谓什么翻脸的事情。那郭文天甲陈市长咧对呛尔，无当一个市长候选人黄珊珊嘛锁定疫苗战场。只是谋财，你自己贪污就算了，你如果害到人命的话，这是不可原谅的。如果有人这样子做，他真的必遭天谴。这就过分的了哈，他自己检讨吧。这回赶选市长，就算是1年前寄付疫苗案件，嘛变成选战的焦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